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外匯市場短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6年嘅1月22號。花旗分析員繼續預期喺美國經濟再次加速、全球經濟增長保持韌性，同埋商品價格受支持之下，歐元對美金將會跌至1.10，而部分同大市走勢相關性比較高嘅貨幣，例如係澳元同埋紐元，將會跑贏其他嘅主流貨幣。主流貨幣方面，今年澳元就可能表現較強，溫和嘅經濟增長、低通脹同埋低失業率嘅理想狀態，或者會支持澳元對美金呢一啲同大市走勢相關性比較高嘅貨幣。花旗分析員亦都預期今年2月同埋5月，澳洲央行將會加息，有機會利好澳元，而日元中長線亦都可能會跑贏。高市早苗政府開始採取行動捍衛日元。花旗分析員預期，如果美元對日元升穿160水平，日本政府同埋財務省可能會隨時入市干預買入日元。隨住日本央行加息，而聯儲局減息，美元對日元喺未來6個月或者會回落至到145左右。今次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